大家好，我係淼淼，今日由我嚟讀《易經》的智慧。曾仕強教授話，《易經》嘅第三個特性，仲更加妙嘅就係叫空白性。你睇西方人畫畫，佢一定將成張畫布都填滿晒，如果唔係，就當係未完成嘅作品。中國人邊會咁㗎？中國人一張紙上面，呢度畫隻雀，嗰度畫朵花，旁邊點幾點，就當係落雨，之後蓋個章，簽個名，留低好多空白。我哋會唔會覺得中國人咁樣係偷懶？唔會㗎，我哋覺得咁樣先至有想象空間。如果全部都填滿晒，咁我哋仲使諗啲乜？淨係得個睇字咋。一張有空白嘅畫，西方人會覺得未畫完，要將佢補滿，但我哋就認為呢個畫家係尊重睇畫嘅人，所以一幅國畫嘅意境係點，10個人嚟睇就有10種意境，咁先至係符合自然。咁樣我哋就慢慢更深一層咁去了解易經同埋佢對我哋中國人嘅影響。但係呢套學問好耐之前，文字未開，知識未普及嘅時候，如果咁樣講，邊個聽得明啊？所以易經本身嘅命運都幾坎坷㗎。呢個同易經入邊所講嘅一切事物變化過程中會不斷出現危險同困難係同一個道理。艱難險阻，又艱難又危險，成日受到阻礙，咁樣好唔好？表面睇好似唔好，但實際上咁樣先至係好，因為人類咁樣先至可以學到嘢，先至有磨練，先至可以提升自己。一個人由細到大到死都好順境，佢等於白活咗一場。嚟呢個世界一轉，淨係學識咗4個字：吃喝玩樂，其他乜都冇，咁點算係人生？人生要經過多啲磨練，先至會更加成熟。易經本身都係經過磨練㗎。易經總共有64卦，代表住宇宙入邊嘅64種情景。占卦其實就係一種定位嘅方法。咁我哋應該點樣去了解卦象，明白入邊嘅道理呢？我哋下一集就嚟講下破解占卦。